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Alex。假髮已經戴咗幾日啦，我頭髮已經生咗出嚟啦，所以今日咧拍一個剃頭同埋清潔。呢個剃刀咧係剃唔到長髮，只可以剃短髮㗎。我試驗俾大家睇一睇下。啲長髮咧係剃唔到嘅，一啲都剃唔到嘅，只可以睇到短頭髮。我哋又叫呢個叫剃頭神器，唔單止可以剃頭，平時仲可以攞嚟刮鬚。OK， 剃完啦，睇幾乾淨，長髮一啲都睇唔到嘅，係嘛？有條線係好直嘅。OK， 剃完之後咧，攞埋呢個頭皮清潔，搽翻上去等10分鐘。定時定期1個月左右咁都做一次簡單嘅頭皮深層清潔。其實頭皮清潔咧唔係戴假髮先做，就算你冇戴假髮，偶爾都做下，對頭皮都有好處嘅。等10分鐘再清洗。